拉麵可以話係好多人最熟悉嘅日本食物，無論係火影忍者名門成日食嘅一樂拉麵，定係喺孤獨的美食家入面五郎食嘅各種地緣拉麵。拉麵仿佛喺當代流行文化入面成為咗可以比肩壽司嘅日本食品。而對於視日本作為第二個鄉下嘅香港人嚟講，拉麵更加係深植喺大家生活入面嘅一種常見食品。無論係細個食過嘅味千拉麵，嚟自日本過江龍嘅一風堂、麵屋武藏、豚王、一蘭，定係本地個大小拉麵店都好，我相信除咗日本本土之外，世界上應該都好難揾到第二個地方可以喺咁細嘅範圍入面同時有齊咁多種拉麵。所以講到食拉麵，我相信香港人嘅經驗都唔會少。不過問題就嚟啦，一樣我哋咁熟悉、咁常見，甚至已經融入咗本地食譜嘅食品，我哋又知唔知拉麵呢一樣嘢究竟係點樣嚟嘅呢？究竟呢一碗嚟自中國嘅麵，點解時至今日能夠演變成同壽司齊名，可以代表日本文化嘅料理食品呢？大家好，我係米迦，我哋今集要講嘅就係拉麵。仲記得喺2013年嗰陣，一蘭跳出咗日本，嚟到香港開佢哋嘅第一間海外分店，當時成為咗全城熱話。我仲記得嗰時銅鑼灣要排4個鐘頭先至有得食，最勁試過有成200個人排隊。講緊當時仲要係7月嘅大熱天時，都肯排咁耐，足以見證香港人對拉麵嘅熱愛係幾咁誇張。及後公認嘅世界上第一間米芝蓮星級拉麵，大西有貴嘅 Japanese Soba Noodles 鳥，亦都嚟咗香港開店。之後亦都有以豚骨魚介煎麵名揚天下嘅麵屋一燈，同埋曾經亦都榮獲米芝蓮1星嘅金色不如歸，都嚟咗香港開分店。但要數到最經典，亦都係最不為人知嘅，當然就係當年由深住康二喺銅鑼灣開嘅創作麵工房 Mist， 喺2011年得到米芝蓮1星，成為咗真正嘅世界第一家米芝蓮星級拉麵。雖然後來 Mist 喺2012年前後就已經執咗，但佢嘅血緣都係冇斷到。喺2016年，曾經喺 Mist 度擔任過主廚工作嘅齋藤一將開設嘅創作麵工房明龍，亦都拿下咗米芝蓮1星嘅榮耀。可見拉麵某程度上亦都令香港同日本有住一種奇妙嘅連結。而同代表咗我哋香港飲食文化之一嘅雲吞麵相似嘅係，拉麵亦都係起源自中華湯麵，亦都係喺近代先至誕生嘅大眾食品。咁究竟原產自華夏大地之上嘅拉麵係點樣喺完全違反日本傳統飲食文化嘅定位之下，成為咗日本國民級別嘅料理嘅呢？咁當然一如慣例，我哋就要由頭開始講起啦。而要知道拉麵係點樣完全違反日本傳統飲食文化，我哋就要先了解日本嘅古代麵食係點嘅樣。而呢樣嘢我哋就要由華夏麵食歷史開始講起啦。華夏文化自古以嚟就好着重飲食，就好似《呂氏春秋》都有記載到，商朝開國君主商湯就因為好中意食由伊尹整嘅嘢食，而同時伊尹又好中意喺奉上嘢食嗰陣同商湯講經，咁所以到最後商湯就冊封咗伊尹做佢嘅宰相。及後喺孟子告子篇入面亦都提到，食色性也，即係告子同孟子講話，佢覺得中意食嘢同埋中意鹹嘢係人類嘅本性，而君子就係好色不淫。之後去到西漢時期，亦都有太史公嘅史記入面嘅嗰一句民以食為天，呢啲講法亦都講出咗喺華夏文化一直以嚟都對食呢樣嘢係非常之咁執着。咁所以點解中華料理會咁源遠流長，就因為源自呢一份對食嘅執着。但喺呢個源遠流長嘅歷史入面，其實麵呢一樣嘢係去到西漢中期之後先至開始出現，因為喺西漢之前，中原係冇小麥呢一樣嘢，咁冇小麥就自然整唔到麵粉啦，咁所以就唔會有麵呢樣嘢啦。而之所以喺西漢中期之後先至有麵粉，都係源自於一個叫做張騫嘅人。漢武帝在位期間，張騫2次出使西域，將小麥、芝麻、胡椒、蒜頭、芫茜、蔥、紅蘿蔔、青瓜、茄子、石榴同埋菩提子諸如此類嘅食材帶返中原。自此之後，麵粉先至加入華夏文化嘅食譜入面。所以喺東漢嘅說文解字入面就有記載到，麵
麥屑末也。而喺當時，以麵粉製作而成嘅食物就稱為餅，冇錯啦。雖然喺呢度已經感受到海哥嘅氣，但嚴格上嚟講，以呢個定義嚟睇嘅話，其實麵都係餅嘅一種。而首次提及同麵相關嘅記載，就係嚟自東漢桓帝年間一個叫做崔實嘅官員所著嘅一本叫做《四民月令》嘅典籍。呢本書係依照古籍上嘅月令題材而寫嘅一本農業著作，內裏講述咗由正月到12月中嘅農業活動，亦都有詳述當時穀類、瓜菜嘅種植時令同埋栽種方式等等。同時亦都有篇章介紹當時嘅紡織、織染、釀造、製藥等等嘅手工業，可以話係一應俱全。而喺書入面就有一句咁樣嘅記載。呢句說話嘅意思即係喺立秋之前就唔好食麵咁解，而水收餅相傳就係後世嘅麵，而喺300年之後，水收餅亦都變咗做水印餅。不過遺憾嘅係，完全冇任何嘅典籍有詳細記錄到究竟水收餅係點樣煮。直至去到南北朝時期，北魏官員賈思勰寫咗一本叫做《齊民要術》嘅典籍之後，我哋先至再喺文獻上邊再見到煮麵嘅方式，作為現今保存得最完整，講述咗好多古代農牧情況嘅巨著。齊民要術記錄咗水印嘅做法，令世人首次見到華夏文化嘅製麵方式。入面就咁樣講嘅。呢段說話簡單啲講就係上述講出咗當時嘅人係點樣將成塊麵團捏成細長嘅麵條，又或者係點樣將麵團整薄咗之後攞去煮滾佢，用細絹篩麵而去除麵麩呢啲雜質。呢個就好似我哋依家用篩網嚟篩麵粉一樣，等空氣可以入到去，避免麵粉結塊。而喺麵團入面混入豬肉嘅凍肉汁，咁就要透過肉汁入面嘅鹽分同埋蛋白質，令到麵團更加有彈性，同時亦都可以提升麵團嘅凝固性。而將麵團搓成筷子咁上下粗細嘅條狀，每隔1尺切斷麵條，再浸水令澱粉濕潤住咁膨脹，咁就可以令到麵條唔會咁容易就斷。同時更具延展性，最後就用大火煮麵，而麵唔會因為經過水煮而失去光澤，反而係留住光滑嘅質地。呢啲都係同現代人喺平面嗰陣嘅標準相似。除此之外，齊民要術亦都記載咗手搓製成嘅薄托，以及手指公咁上下大、表面平坦嘅切麵粥同埋箕子麵，甚至仲提及到只要令到麵條變得乾燥，就可以保存1個月，類似現今乾麵嘅做法。呢啲可能就係古人透過反覆嘗試得出嚟經驗所匯聚而成嘅知識。由此可見，書中所記載嘅方法已經可以話係當時烹調技術嘅結晶，而亦都可以見到當時基本製麵技術已經算得上係幾成熟。去到唐代，湯餅就演變成2種形態。第一種就係將麵團推薄包餡，創造出水餃、燒賣、雲吞呢類點心。第二種就係將麵團延展成細長嘅麵條。而去到宋代，湯麵呢一樣嘢就真真正正成為咗流行嘅食物。例如喺南宋年間成書嘅《東京夢華錄》，作者孟元祿就將北宋宣和年間東京汴梁城嘅社會生活舊事寫咗落嚟。其中就包括市集入邊食店嘅情況，佢就寫到當時嘅餅店賣嘅蒸餅、糖餅、菊花餅、歡椒都大受歡迎，而賣好似現代冷麵咁樣嘅冷陶棋子，同當時嘅雲吞嘅店家嘅生意亦都十分之興隆。而去到南宋時期，吳自牧所撰寫嘅《夢良錄》就描繪咗當時南宋首都臨安嘅繁華景象，當中就講到平民熱愛嘅麵食店，顯示出宋人卒之將湯餅稱之為麵。而就好似喺元代初年成書嘅《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入面，就詳細咁記錄咗宋代嘅麵食。喺裏面飲食類嘅濕麵食品欄目入面，記載咗14種麵食嘅名稱同埋做法。而喺書入面亦都講到，宋人當時就已經會將麵粉分為一般嘅麵粉麵，同埋質地細緻嘅白色高品質麵粉白麵。而就算係水都分為新吸取嘅井水新吸水、凍水、涼水同埋暖水、溫水。而佢哋仲會抹油同加入米粉嚟方便佢哋打麵，又或者係用麵棍嚟壓麵，又或者係加入淮山嚟增加黏性，亦都開始會使用由艾草燒成灰再溝水而成嘅鹼水。除此之外，當時煮麵仲會加入米粉、鹽、油、蝦粉、花椒、黃豆粉、切碎咗嘅牛油同埋羊油，可見當時嘅麵類煮法就已經好豐富。
而講咗咁耐華夏麵食嘅歷史，我哋係時候要停一停問一個問題：華夏麵食種類繁多，發展蓬勃，咁究竟係乜嘢時候傳入日本嘅呢？咁呢個我哋要翻返去隋唐時代啦。當華夏地區因為楊堅一統中原建立隋帝國之際，當時嘅日本仲處於大和時代嘅豪族競爭入面，地方依然有各大豪族勢力主導，中央政權嘅統治實力相對薄弱。第32任天皇順治天皇因為同大臣蘇我馬子有矛盾而被其派人刺殺，然後蘇我馬子就立咗佢嘅外甥女第30任天皇，即係順治天皇嘅阿哥敏達天皇嘅皇后，亦都即係兩位天皇嘅阿妹嘅額田部皇女，成為咗第33任天皇，即位為推古天皇，係日本歷史入面嘅第一位女天皇。咁呢位女天皇有啲咩咁特別呢？特別就在於佢喺即位初期就冊立咗佢二哥第31任天皇永明天皇嘅仔鳩戶王子為皇太子，並且由太子嚟總攝朝政。而呢位皇太子就係日本歷史上鼎鼎大名嘅聖德太子。咁喺聖德太子攝政期間，佢除咗幫推古天皇推行咗一系列嘅政治制度改革之外，佢亦都開始同一海之隔嘅隋帝國通交。喺600年首次派出遣隋使，開始咗華夏中原同大和日本之間嘅交流。日本自此亦都開始學習同埋模仿華夏嘅律令、官僚、人口戶籍、宗教及土地制度，甚至連城市規劃都學埋嚟用。及後喺書明天皇年代，佢哋都有繼續派出遣唐使同唐帝國交流，同時亦都有唔少嘅留學生同埋留學僧頻繁往來。而最出名嘅莫過於最澄同埋空海兩位影響日本宗教史深遠嘅僧人。佢哋喺804年隨遣唐使入唐研習宗教法義，而喺回國之後，佢哋就分別創立咗日本本土嘅天台宗同埋真言宗，令到佛教喺日本迅速本土化，而且深植社會。而伴隨住學術同埋宗教交流而嚟嘅，亦都有文化嘅交流。當中最貼切日常生活嘅就係食物，糖果子亦都喺呢個時候同時傳入咗日本，例如團喜、雲吞、博托、索餅等等。雖然當時呢啲糖果子都只不過會喺慶典、宗教活動、貴族聚會呢啲上流社會活動入面作為消遣食物，普羅大眾係冇機會可以食得到。但隨住糖果子越嚟越常見，平民對於米粉、小麥麵粉產生咗全新嘅認知，咁就令到日本推進咗佢哋飲食文化入面對於麵食嘅了解。本來嘅團喜、雲吞、博托、索麵，亦都變成咗後來嘅團子、雲吞、烏冬同埋素麵。而喺烏冬都未普及變化之前，素麵就已經跑出咗啦。早喺奈良時代嘅時候，已經有記載話當時社會大眾都已經好中意食索餅。而喺平安時代中期嘅律令條文延禧式入面，亦都記載咗索餅嘅做法。而索餅喺傳入咗日本之後，就被稱之為麥西。之後去到鐮倉時代嗰陣，佢哋又再次從華夏再次傳入索餅嘅製作方式。而去到日本南北朝時期開始，索麵終於變成咗素麵。有傳當時因為以素齋為主食嘅僧院係經常食索麵，咁所以時人就根據僧院嘅飲食方式，將索麵稱之為素麵。而去到室町時代，素麵呢個稱呼亦都開始急速普及。同時，因為素麵嘅主要成分就係小麥，咁所以日本嘅各大小麥產地就陸陸續續咁創造出當地嘅素麵名產，例如大和地區嘅三輪、山城地區嘅大德寺、伊勢、武藏地區嘅九我、越前地區嘅遠江、能登地區嘅和島、備前地區嘅江山、長門地區嘅長府、伊予地區嘅松山。呢11個地方嘅農民會喺冬天度以製作素麵為副業，促進咗素麵嘅流行。例如喺江戶時代後期出版嘅日本山海名物圖會入面，又講到位於奈良盆地東南方嘅三輪山，因為嚴寒嘅冬天，所以能夠生產出高品質嘅素麵。咁究竟素麵係點樣整嘅呢？其實喺江戶時代中期出版嘅《和漢三才圖會》入面，亦都有記載到係點樣整嘅。而基本概念亦都同元代出版嘅《居家必用侍女全集》大致都係相同。整麵嘅方式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就係落油版本，就係淨係用西過嘅麵粉，唔加鹽，淨係落油嚟搓麵。之後就係冚上均勻搽咗油嘅油紙，放置4個鐘嚟醒麵。
之後就將麵團掛喺好似長筷子長度嘅竹竿上面，以扭轉嘅方式嚟將麵團拉長。當麵團表面嘅油乾咗之後，就會更加容易拉長啦。另一種方式就係唔用油，搓麵嗰陣用米粉作為手粉，拉長麵團嗰陣就一邊用手粉，一邊扭轉麵團並拉長3至5次。如果見到有啲仲係比較粗嘅麵條嘅話，就繼續拉長。等到曬乾晒之後，就落入水煮。綜合以上2種方向，我哋都會見到，無論係邊一種方法都好，製麵過程入面製作者都會靠扭轉呢個方式嚟防止麵條斷裂，而呢種技術就係叫做手研。手研素麵呢一樣嘢就一直流傳至今，而從江戶時代中期開始，素麵就喺當時被視之為吉利嘅象徵。日本人就開始喺七夕時節送素麵俾人作為禮物，因為佢哋會喺七夕祭入面供奉素麵，女性會藉此祈求縫紉技術可以變得更加好。咁喺講完素麵之後，當然就要講埋烏冬啦。仲記唔記得我頭先都講過，其實烏冬嘅前身博托係同素麵嘅前身索餅一同作為糖果子咁傳入日本嘅呢？問題就係點解烏冬喺日本本土化嘅過程係嚟得比素麵遲嘅呢？呢個就同烏冬嘅前身博托嘅做法有關係啦。博托係一種切麵，喺唐代嗰陣就已經出現噶啦，而去到宋代嘅時候，時人就已經開始用菜刀切麵，同時亦都開始將本來嘅餅叫成麵。宋代時期，亦即係日本嘅平安時代中期，到鐮倉時代中期，呢個時候嚟自日本嘅留學生就將呢一種麵傳咗入日本。咁所以喺同一個時期，日本亦都開始出現咗以麵為名嘅命名。而之所以切麵類會比起手研麵類更加難普及嘅原因在於，切麵喺製作嘅過程入面係需要大量嘅麵粉，如果唔係嘅話就會黐埋一嚿。而平安時代中期嘅日本根本冇穩定嘅大麥同埋小麥供應，咁自然冇辦法普及得到啦。一直要去到鐮倉時代中期開始，農民開始利用水田累作期間嚟種大麥同埋小麥，令到麵粉嘅供應變得充足，先至令到切麵呢樣嘢普及得到。咁所以去到14至15世紀嘅南北朝至到室町時代期間，喺文獻入面亦都開始見到有切麥呢類型嘅記載。例如喺日本飲食史入面就有講到，室町時代初期嘅詞典就出現咗溫吞呢2個字，而溫吞應該係室町時代末期嘅食物。從安當變成烏當，大概用咗接近100年嘅時間。而安當流傳到江戶時代嘅時候，其實都仲有。例如喺江戶時代後期嘅文獻《江戶町中參律松寶記》入面，亦都仲有乾安當嘅記載。除此之外，江戶時代仲出現咗流吞、溫吞、混沌之類嘅叫法。而喺日本小說家本山迪州嘅著作《隨筆的飲食日本史》入面就有講到，被切成細條狀嘅現代烏冬，以前叫做切麥，熱嘅烏冬就叫做熱麥，凍嘅烏冬就叫做冷麥。但烏冬呢個名就唔知點樣嚟嘅。換言之，切麥可能就係一種打麵嘅方法，而呢種打麵嘅方法就創造出烏冬，並衍生出熱麥同埋冷麥2種食法。而烏冬就係一種統稱。而喺呢種打麵法之下，位處尾張地區嘅名古屋亦都衍生出一種相類似嘅麵，名為棋子麵。喺江戶時代中期著成嘅文獻《料理山海香》入面就記載咗棋子麵嘅製法。首先就係打麵嗰陣係冇加鹽嘅，之後就係將麵團切成長條狀，唔需要事先滾一次，就直接落水煮熟，再加入大量嘅柴魚片。心水清嘅你就會發現，其實棋子麵嘅做法就同依家名古屋著名嘅特色食品味噌烏冬嘅做法係十分之相似嘅。名古屋味噌烏冬嘅烏冬用嘅都係冇加鹽嘅烏冬，直接放落用咗味噌調味嘅湯汁入面煮熟，喺事前亦都係冇滾過一次先嘅。咁所以綜合以上，我哋就會見到喺室町時代到江戶時代期間，烏冬急速喺平民階層入面普及。好多唔同嘅古代飲食文獻同埋食譜都有記載到烏冬嘅打麵方法同埋食法。例如江戶時代前期嘅料理物語就記載咗當時嘅人喺食烏冬嗰陣係中意加入味噌醬、胡椒粉同埋葉梅。而喺江戶時代中期嘅本朝食鑑入邊就講到，烏冬係適合配搭味噌醬、柴魚湯、胡椒粉同埋蘿蔔湯。而喺同時期嘅和漢三才圖會入面，亦都有住食烏冬配搭醬油醬汁嘅記載。而喺後嚟嘅料理山海香就詳細記載咗堅如醬油醬汁嘅做法。
咁所以喺呢度就真真正正咁出現咗我哋依家食烏冬嗰陣會落醬油沾醬汁嘅諗法。相比之下，同樣都係用上沾醬汁嘅另一著名日本麵食蕎麥麵就冇咁早出現啦。其實蕎麥麵都係一種前麵嚟，但係要直到江戶時代前期，慈聖日記所記載，近江多賀神社嘅僧侶慈聖曾經喺江戶嘅常明寺招待蕎麥切麵，呢個係喺文獻上邊首次見到蕎麥麵嘅記載。雖然亦都有人話喺40幾年前天正2年嘅定聖寺文書入面，亦都有發現到蕎麥麵嘅文字記載。不過按照通俗理解嚟講，即使歷史上係有傳豐臣秀吉係好中意食蕎麥製品都好，其實佢食嘅好可能都唔係蕎麥麵，而只係蕎麥泥、蕎麥糕呢類型嘅食物。咁究竟蕎麥麵點解咁難搞呢？原因就因為蕎麥麵本身就唔係由麵粉所製成。蕎麥麵係由蕎麥所製成嘅，我諗呢樣嘢傻嘅都知噶啦。不過蕎麥呢樣嘢雖然係叫做麥，但其實佢唔係一種麥類穀物嚟。我哋平時食嘅小麥、大麥、燕麥之類嘅麥，都係嚟自禾本木禾本科嘅植物。但蕎麥就係嚟自石竹木料科嘅植物，咁所以即使大家個名都係有住一個麥字都好，其實都係完全唔同嘅植物嚟。個差距就好似即使蒼龍同暴龍都有個龍字都好，但前者一隻海洋蜥蜴嚟，而後者係雞嘅祖先，所以係完全唔同嘅物種嘅動物嚟。而小麥同蕎麥喺製麵上最大嘅差異就係，小麥係有一種特定嘅蛋白質麩質 gluten，即係啲人成日講 gluten free 嘅嗰一個 gluten，而呢種麩質主要就係由麥純溶蛋白同埋穀蛋白所組成。而呢兩種蛋白質有一個好特別嘅特性，就係當你將小麥磨成麵粉之後，再加水揉麵嘅話，呢兩種蛋白就會互相連結，形成一種有彈性嘅網狀結構，令到麵團可以有延展性，因而形成有彈性嘅麵筋結構。但相比之下，蕎麥雖然都會有佢嘅蛋白質構造，但就不含麩質，自然就冇辦法好似小麥咁形成彈性嘅麵筋結構。咁所以用蕎麥粉整嘅蕎麥麵就會好容易碎裂，係冇辦法被拉開嘅。結果就係點樣令到蕎麥粉喺製作過程入面可以增加黏性，就成為咗一個不能夠避開嘅課題。而就好似喺江戶時代中期嘅蕎麥傳書入面就記載咗唔少嘅方法去增加黏性，例如加入糊化嘅稻米，又或者係豆腐、雞蛋之類嘅其他蛋白質，但呢啲嘢溝埋出嚟嘅味道就十分之一般。而加入山藥係可以有效增加到黏性嘅，但係山藥本身就好鬼貴。咁所以睇到呢度，大家可能就會問，既然小麥麵粉有黏性，點解唔加小麥呢？咁所以喺寬文4年左右，時人就研發出用8成蕎麥粉、2成小麥麵粉混合嚟打麵團，然後再用切麵嘅方式嚟切麵，而就此2八蕎麥麵誕生，成為沿用至今嘅蕎麥麵標準比例。事實上喺江戶時代初期，無論係烏冬定係蕎麥麵，都只不過係點心鋪入面其中一種小食。不過去到江戶時代中期，佢哋就搖身一變，變成咗獨立開店。當時就有住關西烏冬、關東蕎麥嘅情況。呢個就因為關東地區係受火山地形圍繞，所以盛行栽種蕎麥，而關西地區就適合種植用嚟製作烏冬嘅小麥。咁所以久而久之，江戶人對於蕎麥麵嘅重視程度就會比烏冬高，而關西人就會重視酥麵同埋烏冬比較多。呢個就好似當日本料理從精進料理去到懷石料理，再去到會席料理嘅演變嘅時候，亦都誕生咗京都薄口、江戶濃厚嘅醬油風味差異。前者受惠於新鮮嘅食材，咁所以薄口就能夠保持原有嘅風味；後者就因為要保持食材嘅新鮮度，所以就要用上濃厚醬油。呢樣亦都似乎解釋咗點解喺後嚟唔同嘅地方會有住唔同嘅拉麵喜好嘅差異特質。而嚟到呢度，我哋講解咗好多和食入邊嘅唔同麵食，實際上全部都係由華夏傳入嘅麵食演變出嚟嘅。問題就係點解明代已經喺華夏出現嘅拉麵冇辦法好似之前嘅麵食咁樣喺江戶時代就傳入日本嘅呢？就係因為嚟自華夏嘅拉麵一直都跨越唔到日本嘅3大門檻：唔食肉、唔食重油食品同埋冇鹼水。首先就係唔食肉。自從天武天皇頒布咗禁止食肉嘅禁止殺生肉食之詔之後，日本人就有成1200幾年嘅時間係完全唔食得牛肉同埋豬肉等等嘅肉食，直到去到明治維新之後，打破咗鎖國政策，日本為咗要脫亞入歐而踏上急速現代化嘅浪潮。
但係要引進西方文明，就必須要解決日本人嘅體格問題。咁所以只有廢除禁肉令，先至能夠解決日本人對於自身體力差嘅自卑感。1872年，明治天皇頒布咗肉食解禁令，帶頭食肉，而政府同埋知識分子亦都積極咁引進西洋料理，務求令到人民都要轉向食肉。不過，普遍日本平民一開始都唔係太過接受到西式嘅嗰一種肉食料理，咁所以先至發明出用味噌或者醬油調味嘅散散鍋同埋壽喜燒呢類以牛肉為主角嘅肉類料理。相比之下，豬就真係好難普及啦。其實早喺江戶時代初期，豬肉就已經從華夏地區傳咗去琉球，再由琉球傳入位於九州嘅薩摩地區。咁所以一直以嚟，日本人都當咗豬肉係南蠻料理，或者係卓服料理。再加上呢啲豬肉嘅口味同野豬肉亦都好接近，咁所以當時嘅日本人就覺得豬肉呢啲唔係啲咩高級嘅食物，唔符合文明開化嘅概念。呢個亦都係點解喺明治維新廢咗禁肉令一段時間之後，平民依然對豬肉敬而遠之。直到去到明治30年，日本農商務省開始從美國引進種豬，平民發揮創意同埋智慧，製作出唔同嘅和風西洋料理，例如吉列豬扒、咖喱飯、可樂餅之類嘅食物，平民先至逐漸習慣豬肉嘅味道。就好似炸豬扒檔，就足足喺廢除禁肉令之後嘅60年之後先至出現。咁所以去到大正時期嗰陣，十分依賴肉類烹製嘅中華料理，先至跟隨住西洋料理掀起熱潮。咁講到中華料理，就冇辦法唔講到第二點，就係日本人本身唔食重油食品，但中華料理本身就係將油發揮到淋漓盡致嘅菜系，用中式炒鑊炒出鑊氣，又係不可或缺嘅材料。問題就係日本料理本身就係世上罕見缺乏油脂料理文化嘅菜系，就好似以禪寺料理為基礎嘅傳統日本料理，玩嘅一種割同埋烹，割即係切，烹即係加熱煮熟。呢個就係現今各烹料理嘅核心。而就算你講到江戶時代平民嘅飲食，都係以團子、饅頭、年糕紅豆湯、味噌烤豆腐、涼粉、烏冬、蕎麥麵、天婦羅、握壽司、烤花枝、鰻魚當等等嘅路邊檔口小食為主，完全係冇嗰種重油鑊嘅主食概念。咁所以中華料理喺明治維新前嘅日本係完全冇市場嘅，更加唔使講係油份充足嘅中華湯麵。而就算你真係想食中華湯麵，喺當時嘅日本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因為你冇鹼水啊，就自然冇可能打到麵。而喺當時你喺日本，你係好難得到鹼水呢一樣嘢，咁所以呢個問題亦都影響咗中華湯麵喺日本嘅發展空間。直到去到1897年嘅明治30年，日本本土出現咗一條中華街。今時今日要數到全亞洲最大嘅唐人街橫濱中華街，可以都算得上認咗第二，冇人敢認第一。特別有好似我咁玩過人中之龍7同埋人中之龍8嘅朋友，都應該會對呢條中華街唔會陌生噶啦。不過我諗大家可能冇諗過嘅係，呢度亦都係日本拉麵嘅起源點。時間翻到幕末年代嘅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 Matthew Perry 率艦隊駛入江戶灣、浦賀港，1年後兩國就簽訂咗神奈川條約。自此，日本人亦都俾佢哋嘅天敵美國佬強行打開咗國門。而神奈川開港嘅呢一樣嘢，亦都令到一條叫做橫濱嘅村落變成咗外國人嘅居留地。喺短時間之內就起咗一堆必要嘅國際貿易設施，例如碼頭、海關、倉庫同埋關卡。1859年，橫濱港正式開港，開始同世界各地通商。而當時幕府為咗避免外國人隨意進入內陸地區，所以特登將港口內外劃分咗唔同嘅區域。關內就係外國人專用嘅居留同埋貿易區域，周圍由護城溝圍繞；而關外就係留俾日本人居住同埋活動。而唔同嘅外國商會、銀行同埋企業亦都陸續進駐呢度，例如有東藩匯理銀行、德意志銀行，同我哋香港嘅代表怡和洋行，同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等等嘅企業，都喺港內建立佢哋日本據點，為日本帶嚟咗西方嘅貨品、金融制度同埋文化元素。1871年，位於海嘅另一邊嘅清帝國，亦都同日本簽訂咗一條雙邊條約，中日修好規條，清國人自此就可以嚟到日本做生意。咁所以喺冇幾耐之後，有唔少廣東人就去到橫濱山下町度揾工，令到橫濱變成咗華僑喺日本嘅第一個居留地。及後1878年，橫濱就由橫濱町變成咗橫濱區。而喺1889年4月1日，隨住日本全國實施市制，
橫濱區亦都變成咗橫濱市。而喺甲午戰爭之後嘅1897年，當時喺橫濱市嘅華僑超過2000人。而呢個時候嘅橫濱街頭出現咗啲賣一種叫做柳麵嘅麵攤，而賣呢啲柳麵嘅人正正就係嚟自廣東嘅華僑。雖然作為一個由細食粵菜食到大嘅香港人，我真係冇聽過同埋食過呢一種柳麵，但係呢種柳麵喺當時係極之受橫濱工作嘅廣東人所歡喜。柳麵都係一種用菜刀切出嚟嘅切麵，並唔係手延拉麵。而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用上冇添加任何配料，正用豚骨熬煮出嚟嘅清澈鹽味湯頭，其實真係豬骨湯麵。2年之後嘅1899年，日本政府頒布咗新規條，令到攤販可以自由喺居留地以外嘅地區做生意。漸漸地就喺日本人中意咗呢一種嚟自廣東嘅柳麵，而呢個嚟自橫濱南京町嘅蕎麥就喺當初被稱之為南京蕎麥。咁所以只要去到南京町，就可以試到由廣東人製作嘅地道南京麵。漸漸地，各大城市嘅中華料理店同埋路邊攤，亦都慢慢開始普及呢一種南京蕎麥。去到明治時代晚期，呢類湯麵就唔再單純叫做南京蕎麥，而係被日本人廣泛稱之為支那蕎麥。而要講到當時承接住支那蕎麥而再將佢發揚光大，我哋就不得不提以下落嚟呢兩個地方：東京嘅淺草同埋北海道嘅札幌。時間嚟到1910年，東京嘅淺草，一個原本任職於橫濱海關嘅公務員，喺52歲嗰陣就辭去咗佢海關嘅公職，嚟到淺草開咗一間叫做來來軒嘅中華料理店，用住佢喺橫濱中華街了解到嘅各種中華料理同埋麵食，同認識到嘅12位廣東廚師，創造出劃時代嘅麵食。佢將本來嘅鹽味基底改成咗用關東傳統濃厚醬油風味做基底，配以豬骨加上雞骨嘅濃郁湯頭，加入咗手延拉麵同埋筍乾、叉燒、蔥花等等呢啲有如蕎麥麵一樣咁豐富嘅配料，成為咗東京拉麵源頭嘅支那蕎麥。而就好似來來軒招牌上面寫嘅，充滿營養嘅支那料理蕎麥雲吞七錢咁。再加上當時罕見嘅手延拉麵，令到來來軒呢個名號好快就喺東京平民之間廣為流傳，每日都門庭若市。雖然後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影響，來來軒喺1943年暫停營業，不過去到戰後嘅1954年，佢哋亦都重新喺東京車站附近嘅八重洲重新開業，一直營業至1976年，因為冇人繼承而關門大吉。自此，來來軒呢個名就成為咗歷史，只係淨係得返日本各地僅存同樣將店名改為來來軒嘅拉麵店。雖然來來軒消失咗，但佢奠定咗東京拉麵嘅製作流程，就用上豬骨再加雞骨熬製而成嘅湯頭，並以碗底嘅醬油醬汁作為基底，再加入柴魚片同埋昆布。呢樣嘢就源自於江戶人唔中意湯頭嘅雜質同埋油膩感，咁所以用以上嘅食材製作拉麵，就能夠整到受江戶人歡迎嘅清淡口味支那蕎麥。東京拉麵嘅麵條較細，而且具有彈性，配料包括有叉燒、筍乾、蔥花、菠菜、名門卷、海苔、芽菜、裙帶菜、水煮蛋、粟米、大蒜、泡菜等等。隨住時代變遷而添加各種嘅配料，成為咗受東京年輕人喜愛嘅麵食。而喺來來軒喺東京叱咤風雲嘅時候，喺日本極地北海道嘅首府札幌，亦都有住屬於佢哋嘅拉麵故事。而呢個故事就係同另一位公務員有關。1921年10月喺北海道大學正門開咗一間叫做竹家食堂嘅餐廳，主要就係賣親子丼、玉子丼、咖喱飯等等嘅食物。餐廳老細個名就叫做大久昌治，出世工程師，曾經喺北海道做過國鐵鐵路員工、警察、種豆嘅豆農、學過影樓，但每次都唔能夠順心如意，咁所以佢就把心一橫，開咗呢間餐廳。做咗唔夠1個月，有一日有一個嚟自山東叫做黃文彩嘅廚師就嚟到竹家食堂。黃文彩本身就喺北京開餐館嘅，但就因為日俄軍事衝突而經由副業島逃難到札幌。大久夫婦就相當之同情黃文彩嘅遭遇，同時佢哋又諗到北海道大學入面有咁多中國嘅留學生，不如就請黃文彩嚟到竹家食堂做廚師，順便開拓埋中國留學生嘅生意啦。自此，店內嘅 menu 入面除咗有本身有嘅嘢之外，仲多咗一種肉絲麵。呢一種肉絲麵嘅食材包括免治豬肉、雞骨、海鮮同埋蔬菜湯頭，再加上由梳打粉製成嘅手拉拉麵麵條，最後再加入油炸之後切細嘅豬肉。
當時北海道大學有大約150位中國留學生，佢哋都深受黃文采嘅肉絲麵所吸引，而令到呢種肉絲麵喺短時間之內大獲好評。同時，由於呢一種麵喺當時嘅北海道真係十分之罕見嘅，咁亦都開始吸引到唔少嘅日本客人前來幫襯，而佢哋亦都將呢一碗肉絲麵叫做清國蘆麵。不過大久昌治嘅太太大久神就覺得呢個名充滿住歧視嘅色彩，咁所以佢就根據住黃文采出餐嗰陣會高喊好啦好啦呢個口頭禪，用拉音呢個字取其拉音，創造出拉麵呢個詞彙。由於呢個名又容易記又容易讀，好快客人們就逐漸習慣咗呢個名，而支那麵呢一樣嘢喺札幌就變成咗拉麵。雖然遠在東京，已經有唔少人將來來軒嘅柳麵讀成拉麵，但札幌呢個拉麵之名比東京更大規模傳播開去，咁所以可以話係拉麵重要嘅歷史里程碑。去到1924年，黃文采決定離開竹家食堂，去小津開鋪做生意，而竹家食堂亦都請嚟咗嚟自橫濱嘅廣東廚師李宏業嚟接替黃文采嘅工作。而同黃文采唔同嘅係，李宏業嘅製麵方式係用手動式機器嚟製麵，佢嘅湯頭亦都改咗做日本人偏愛嘅少油清淡口味。而喺1年之後，竹家食堂亦都再喺橫濱請咗另一位中國廚師嚟幫佢哋開咗方南分店，賣一碗40錢嘅叉燒麵。可以話竹家食堂嘅拉麵奠定咗拉麵喺札幌食譜上面嘅位置，亦都為戰後札幌拉麵嘅熱潮打好咗基礎。而去到1929年，另一位中國廚師黃萬世喺札幌松島屋道整支那麵。而更加誇張嘅就係1年之後嘅1930年，札幌市內嘅咖啡店陸陸續續都加入咗拉麵作為佢哋其中嘅菜式。據說就係嗰陣時呢碗賣15錢嘅拉麵喺咖啡店嘅受歡迎程度係遠超於賣10錢嘅一杯咖啡，甚至有人喺札幌市區嘅咖啡店賣批發嘅拉麵麵條添。而去到1935年，新開張冇耐嘅新酒店札幌皇家酒店嘅咖啡廳亦都開始賣20錢一碗嘅拉麵，大受歡迎。而當拉麵再唔需要下下都自己整嗰陣，就開始有人喺街頭叫賣拉麵，而呢樣亦都成為咗現今札幌路邊攤拉麵嘅始祖。之後，無數手藝高超嘅各路廚師都嚟到札幌挑戰拉麵呢一樣嘢，令到拉麵成為咗札幌不可或缺嘅城市面貌。而喺呢一種得天獨厚嘅條件之下，拉麵喺戰後嘅札幌就要快速成型，亦都造就咗日本拉麵界嘅先驅札幌宮樂拉麵名店街嘅誕生，亦都下啟咗天下聞名嘅札幌拉麵橫丁嘅面世。不過當拉麵喺日本開始萌芽之際，日本嘅軍國主義亦都開始萌芽。當激進嘅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完全取代溫和嘅亞洲主義之後，日本亦都開始進佔亞洲各地，建立唔同嘅殖民地同埋佔領區域。及後中日之間經歷咗9·18事變、中日戰爭、第2次世界大戰呢15年入面，作為侵略者嘅日本，亦都因為窮兵黷武而令到日本國內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工業化嘅日本本來就已經令到好多人從農業轉向工廠工作，而喺呢種帝國體制之下，日本嘅糧食問題就好似歐美國家咁，靠殖民地去解決。朝鮮半島、法屬印度支那、越南、中國東北以及台灣都成為咗日本帝國制度之下嘅糧食供應基地。而由於日本極度依賴進口嚟維持佢哋嘅帝國運作，咁所以當美國喺1941年對日本實施咗石油禁運之後，日本人就失去咗80%石油嘅來源。咁所以日本就決定喺1941年12月7日嘅清晨，派出佢哋183架戰機，浩浩蕩蕩咁向夏威夷嘅珍珠港進發。當時負責統籌作戰構想嘅海軍將領山本56就期望，藉住呢場突襲製造嘅震撼，可以迫使美國同日本坐低談判。殊不知嘅就係珍珠港嘅爆炸聲，不但只冇令到美國人退卻，反而為日本帝國殖民幻想敲響咗喪鐘。本來喺戰爭全面擴大之後，日本國內嘅生活條件就已經迅速惡化，大量資源被投入前線，城市工業全面轉為軍需生產，民生資源長期短缺，糧食、燃料、衣物都受到嚴格嘅配給制度限制。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屢次遭到空襲，住宅區、工廠同埋交通設施大規模被毀，平民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大量青壯年被徵召入伍。勞動力不足之下，婦女同長者被迫投入高強度嘅勞動，
而美國嘅加入，英美兩國對於日本進行咗封鎖，令到日本幾乎完全失去太平洋一帶嘅海權，繼而令到日本完全失去海外食物嘅供應鏈。再加上盟軍對日本本土狂轟濫炸，迫使日本政府要喺1942年推行糧食管理法，將收購、流通、價格同埋配給納入更加全面嘅國家控制。米同麥類等等嘅主食被高度管制，市場交易亦都被壓縮到配給框架入面。違規流通就自然滑向黑市，黑市滋生，通貨膨脹嚴重，基層民眾長期處於營養不良同埋貧困狀態之中。因此去到戰爭後期，日本已經冇能力維持既有嘅經濟體系，社會秩序瀕臨崩潰。直到1945年8月，隨住兩朵蘑菇雲喺廣島同埋長崎綻放，日本終於喺稍後亦都宣布咗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亦都隨之而結束，而日本長達15年嘅對外侵略同埋軍國主義體制亦都隨之畫上句號。本來戰爭後期，日本農食生產就已經完全崩潰，再加上戰後完全失去海外殖民地供應嘅糧食，以及大量海外日本人回流日本，本來已經緊絀嘅糧食供應可以話係雪上加霜。城市居民每日輪候糧食配給延遲，就成為咗當時嘅常態，飢餓就成為咗戰後日本最普遍、最真實嘅生活情景。當時好多日本人係要靠黑市同埋灰色流通先至捱得過，黑市價格同埋官方價格之間嘅差距可以去到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令糧食問題變成咗一種全面嘅社會秩序危機。而喺呢個時候，作為戰勝國接收日本嘅美國，就猶如救世主般，帶住佢哋嘅小麥嚟到呢個昔日嘅魚米之鄉。其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各國亦都因為戰爭而滿目瘡痍，復興之路都只不過係啱啱起步，而只有一個國家例外，就係嗰個打暈全世界，但本土都幾乎冇受過戰火摧殘嘅美國。美國當時啱啱就喺全面戰爭全民軍工生產之中轉回正常運作，問題就係本來為咗戰爭而建立起嚟嘅龐大農業同埋工業產能，一時之間失去咗需求。例如佢哋嘅糧食不但只係冇短缺，仲甚至出現咗過剩而無處安放嘅情況。咁所以為咗令到呢啲過剩農產品唔會白白咁被浪費，美國政府就開始向海外尋求出路。首先，美國將目光鎖定咗喺戰後百廢待興嘅歐洲。喺馬歇爾計劃入面，大量經濟援助其實係以實物形式輸出，其中相當嘅比例正正就係美國戰時積累落嚟嘅農產品，而小麥亦都順理成章成為咗出口歐洲嘅代表性物資之一。而隨住歐洲復興逐步推進，農業生產亦都慢慢上返軌道，歐洲各國對美國嘅糧食依賴亦都開始下降。喺呢個時候，美國本土農產品過剩嘅問題亦都再次浮現。過剩嘅問題就為佢帶嚟高昂嘅倉存成本同埋行政成本，迫使美國不得不為呢一批糧食再尋找一個能夠長期消化嘅海外出口方向。咁所以呢次美國佬就將佢哋嘅視線轉向東亞。對於當時仍然飽受飢餓困擾、糧食體系尚未回復嘅日本嚟講，呢個建議簡直係毫無破綻啊！時任內閣總理大臣吉田茂喺佔領體制之下，接受咗美國以無償援助同埋優惠信貸形式提供嘅糧食支援，其中就包括大量嘅美國小麥，令到小麥重新成為日本餐台上邊重要嘅食材，為拉麵復興建立咗堅實嘅基礎。同樣為拉麵建立咗堅實基礎嘅，仲有戰後回流嘅日本人。喺呢個時候，我哋要翻到去拉麵嘅兩大聖地之一北海道嘅札幌。喺1946年，從天津翻到日本嘅松田勘七就喺札幌開咗間拉麵屋台。佢用豚骨熬製而成嘅醬油味混濁而油脂豐富嘅湯頭，配搭製麵機製成，加入咗梳打粉打嘅麵條，就成為咗札幌拉麵嘅原型。1947年，另一位叫做西山仙治嘅海外回流人士，亦都開咗一間叫做達摩軒嘅拉麵屋台。
佢對於製麵可謂傾盡全力，而佢喺1955年就發現咗，只要提高拉麵入邊嘅水含量去到35% 或以上，再加入蛋之類嘅原料協助熟成嘅話，就要令到麵團吸水性強、延展性好，同時通過熟成之後就要得到彈性強、內部結構更穩定、內煮有彈牙嘅麵條。而呢個就係多加水熟成製法。而憑住專業嘅製麵技術，西山先至創立咗西山製麵呢一間劃時代嘅製麵所，為拉麵嘅普及拉開咗序幕。而喺西山啱啱開咗達摩軒之後嘅一年，喺滿洲翻到嚟日本嘅大宮守仁，亦都喺札幌開咗影響後世深遠嘅拉麵店味之山平。佢諗到將芽菜加入拉麵，用嚟取代當時成本過高嘅洋蔥，構成札幌拉麵嘅另一大基礎。漸漸地喺中國翻到日本嘅人，就陸陸續續咁喺二丁目通嘅兩邊開咗唔同嘅拉麵屋台，熱鬧非常。去到1951年，好多拉麵店都喺南五西三東寶公樂電影館旁邊開店，結果呢度就變成咗公樂拉麵名店街，拉麵橫丁嘅形態逐漸形成。當時嘅日本人都話，札幌嘅名產唔係鮭魚，唔係昆布，而係拉麵。而之所以要咁講，唔係因為啲拉麵好好食，而係當時嘅札幌真係有住好多嘅拉麵店，喺市區行到邊度你都會見到拉麵店嘅招牌。無論你係浸完溫泉定係睇完戲，札幌人都會食拉麵，午餐食拉麵，拍拖食拉麵，有客人嚟拜訪又係食拉麵。就算去到百貨公司嘅美食街，大多數人都係食拉麵。因此喺當時一諗起拉麵，見到拉麵嘅招牌，就會令人好似置身喺札幌呢個地方一樣。咁所以對於當時戰後復興時代嘅日本人嚟講，拉麵係令人懷念嘅回憶，甚至有人認為日本戰後饑荒嘅真正救世主應該係拉麵。而去到1955年，札幌市區就已經大約有成2000幾間拉麵店，而我哋味之山平嘅老細大宮守仁就係其中一位。有一日，大宮閒時喺度睇讀者文摘嗰陣，見到美國食品公司美極嘅老細講到，日本人已經唔記得咗味噌嘅功用啦。而大宮睇到就覺得感觸良多，因為當時有好多單身遠赴札幌工作嘅外地人，被稱之為札種族。佢哋喺外地工作得耐，其實早已經唔記得故鄉味噌湯嘅味道。大宮就突然忽發奇想，用咗味噌熬煮嘅豚骨湯頭加入咗佢嘅拉麵入面。冇諗過呢個嘗試喺札種族之間大受歡迎。而經此一役之後，大宮就立即採購咗好多唔同知名品牌嘅味噌，不停咁嘗試。最後佢就揀咗新潟縣生產嘅白羽之齒味噌嚟做基底。而根據大宮嘅研究，味噌拉麵同埋免治豬肉係絕佳嘅組合，咁所以佢亦都將免治豬肉加咗入呢碗拉麵入面。芽菜、免治豬肉，再加上本來有嘅筍乾、叉燒，大宮就此創造出4大拉麵之一嘅味噌拉麵。當時大宮國中時期嘅學長大雄勝信，亦都有一間叫做紅嘅拉麵店。一睇到大宮推出咗味噌拉麵之後，大雄亦都推出咗味噌、醬油、鹽味拉麵，紅立即成為咗排隊名店。而喺1965年嘅秋天，東京同大阪嘅高島屋百貨舉辦咗北海道物產展，拉麵業者喺現場現煮札幌味噌拉麵，引起一時嘅轟動。大雄嘅味噌拉麵亦都隨之進駐東京，全國嘅民眾亦都開始真正認識呢一碗嚟自札幌嘅味噌拉麵。當味噌拉麵初次喺東京露面嘅時候，東京喺嗰陣時就已經成為咗一個真正嘅現代大都會。特別喺1964年喺舉辦過東京奧運之後，人口同都市化亦都進入咗一個快速擴張嘅時期。好多外地人湧入東京從事各行各業，當然仲有嘅就係唔同嘅飲食文化，平價餐飲迅速普及，其中就包括拉麵。不過大家可能估唔到嘅係，20年前嘅戰後東京喺一片頹垣敗瓦、糧食極度短缺、民眾飢餓嘅情況之中，拉麵成為咗當時東京人嘅救命糧草。就好似我之前咁講，因為糧食配給制度嘅缺陷，有好多時候配給嘅嘢食根本跟唔上人民嘅實際需要，所以根本就唔夠食。咁所以黑市喺唔同嘅大城市就變得極為普遍，人民可以透過非法渠道買到平時買唔到嘅食材，例如小麥粉、糖，又或者係其他嘅日用品。當時東京各大車站周邊，例如新宿、池袋同埋迪窪呢啲車站，亦都形成咗黑市區域。民眾好多時都要喺呢啲地方度獲取糧食、生活必需品甚至資訊。
而由於戰後日本農業仲係一潭死水，米糧幾乎係唔存在，咁只係得翻由美國輸入過嚟俾日本嘅小麥粉。咁所以為咗解決糧食嘅問題，有啲黑市攤販就開始用小麥粉嚟製麵，再加上嚟自美國嘅豬所帶嚟嘅副產品豬油、豬骨溝埋一齊嘅話，基本上就要煮成一碗拉麵。而就係咁，拉麵就成為咗一種廉價、飽肚、易賣嘅街頭食物。特別係屋台攤販，佢哋用簡單嘅設備同埋黑市獲得小麥粉、水同埋簡單嘅配料，就要整到加湯嘅麵食，成為都市勞工、難民、學生甚至失業者嘅能量補給。其中最著名有賣拉麵嘅黑市，就係位於迪瓜站北口嘅黑市。喺嗰度有好多攤販同埋個人從業者，都係靠賣拉麵呢類型嘅簡易麵食為生。咁就令到迪瓜呢個地方就成為咗戰後東京嘅拉麵之源。其中最著名嘅就係1949年開店嘅春木屋。春木屋嘅創始人金川順夫，本來就用小型固定攤位形式喺迪瓜開檔，而佢嘅拉麵風味係以醬油做基底，加入以主缸為主嘅魚介出汁同埋雞骨等等嘅材料熬製而成嘅湯頭，呈現出一種清爽但層次豐富、鹹香同鮮味並存嘅體驗。冇錯，心水清嘅朋友應該都會知道呢一種做法就係東京醬油拉麵嘅藍本。而事實上，金川其實係將拉麵日本化咗。換言之，佢唔係單係好似戰前來來軒咁樣想重現中國式嘅拉麵，而係將出汁、醬料同埋麵食結合成一種既符合日本人口味又保留到麵食歷史根源嘅料理。咁所以春木屋嘅做法係改變咗拉麵嘅形態，亦都確立咗東京醬油拉麵風格嘅概念。而當時嘅迪瓜，除咗有偉大嘅春木屋之外，亦都有另一間偉大嘅拉麵店。而呢間拉麵店嘅創辦人同其他拉麵店最大嘅分別就係，創辦人係有5個人，分別係青木聖治、青木保一、青木甲七郎、山上信成同埋坂口正安。佢哋5個本身都係嚟自長野縣嘅蕎麥麵師傅，或者相關技術背景出身，亦都即係代表佢哋有住日本傳統麵食嘅技術、出汁處理同埋麵條製作嘅能力。而之所以佢哋5個人要開拉麵店，就係因為喺戰後根本冇任何蕎麥產出，咁所以自然係冇任何嘅蕎麥粉可以做到蕎麥麵。而咁啱青木聖治又曾經喺迪瓜嘅蕎麥麵店度做過，咁所以翻到嚟東京之後，佢就決定同一班老友喺迪瓜呢個地方開佢哋嘅拉麵店，將佢哋喺蕎麥麵入面學到嘅技術活用咗喺拉麵上邊。而佢哋嘅做法就係將豚骨同埋雞骨作為出汁，再加上佢哋喺做蕎麥麵嗰陣會用到以堅節、清節嚟做嘅魚介出汁，混合成一個更加有層次嘅出汁，亦即係豚骨魚介嘅雛形。後嚟佢哋5個各自發展，青木聖治留守院長，青木保一開咗榮樂，青木甲七郎開咗榮隆軒，山上信成開咗遠順，而坂口正安就開咗大聖軒。而佢哋因為本身都係老友，咁所以佢哋喺1959年就成立咗一個組織，叫做院長暖年會，就係用嚟延續共同技術同埋品味，亦都係共同採購，一齊做商品開發同埋共同舉辦紀念活動，嚟創造出一種文化認同連結，令到流派嘅師徒傳承可以透過組織嘅方式保存落嚟。而最經典嘅例子，莫過於坂口正安手下嘅一條僆仔。1950年，坂口帶咗一個17歲嘅僆仔去到青木保一嘅拉麵店榮樂，希望榮樂可以收呢個僆仔做學徒。而1年之後，坂口喺中野開咗大聖軒，然後就帶咗呢個18歲嘅僆仔翻返去佢嘅店。1954年，坂口喺代代木上原開咗另一間大聖軒，並且視之為總店。而中野大聖軒分店嘅店長之位，佢就交咗俾呢個僆仔。1年之後，呢位僆仔中野大聖軒創作出一種名為摩利蘇巴嘅特別拉麵。而呢個拉麵嘅特別之處在於，佢唔係以平常拉麵嘅方法進食，而好似蕎麥麵咁，將湯同麵分開，然後喺食嗰陣將麵浸落湯汁度食。而呢一種食法就係嚟自院長係各店嘅員工，習慣將剩低嘅麵攤凍咗之後，再浸落湯汁度食嘅行為。7年之後嘅1961年，喺拉麵呢個行頭打磨咗11年嘅佢，喺東池袋創立咗佢自己嘅拉麵店東池袋大聖軒，亦都將佢所創造出嘅摩利蘇巴放咗喺客人可以 order 嘅品項，改變咗整個拉麵史。從此之後，呢個世界就多咗一種叫做煎麵嘅拉麵流派。而呢個由坂口帶出嚟改變日本拉麵史嘅僆仔，就係佢嘅表弟，亦都係後嚟被日本人公認為拉麵之神嘅拉麵傳奇山岸一雄。
山岸一雄之所以偉大，除咗因為佢用支麵改寫咗拉麵歷史之外，就係因為佢真係可以話係廣收徒弟。無論你有冇拉麵背景，後生定中年，都可以喺佢嘅店入面學習到做拉麵嘅基本技巧。而即使啲學徒只不過係想學好短時間都好，山岸一雄點都會傾囊相授，絕不保留。而佢亦都無條件願意俾佢啲弟子用大聖軒呢個名號去創業，咁就令到大聖軒呢3個字唔止係一間店鋪，而係一個體系，一種精神。而伴隨住東池代大聖軒嘅崛起，日本經濟亦都開始高速增長。拉麵嘅唔同流派風格喺東京百花齊放之際，距離東京900公里以外嘅九州，亦都孕育緊佢哋未來征服全世界嘅霸主豚骨拉麵。相比起東京同埋札幌，九州嘅拉麵其實比較遲少少先至出現，但事實上都係源遠流長嘅。要講翻個起點嘅話，我哋就要翻去呢個地方長崎。講到長崎，我諗大家第一時間只會諗起蘑菇雲，但對於日本嚟講，長崎喺日本歷史上邊係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因為自1570年代開始，長崎就已經係日本對外嘅門戶。當時有好多歐洲人第一次嚟到日本尋求貿易機會同埋傳播宗教嗰陣，佢哋就喺長崎登陸。例如葡萄牙人喺1571年就已經喺長崎港同日本人做買賣，而呢度亦都逐漸成為咗日本人接觸西方文化同埋商品嘅地方之一。後嚟德川家康一統天下，創立幕府，然後幕府就實施咗長達200幾年嘅鎖國政策。不過呢段時間入面，長崎仍然都係唯一一個容許有限對外貿易嘅港口，並由幕府嚴格控制。咁所以喺全國其他地方同外國幾乎冇任何往來嘅情況之下，長崎就成為咗日本同世界嘅唯一嘅接觸點。而亦都因為呢個唯一嘅接觸點嘅情況，長崎嘅社會文化同其他日本城市相比，亦都好早就混雜咗外國嘅元素。例如城市裏面會有基督教文化、外國建築、中華街、歐洲食物同埋中式飲食習慣，令到長崎成為咗當時日本唯一嘅文化熔爐。直到美國佬揸住個碌黑船嚟到日本，日本亦都喺稍後經歷咗明治維新，而時間亦都嚟到1887年。當時一位叫做陳平順嘅福建人嚟到長崎，開咗一間叫做四海樓嘅餐廳。陳平順就發現長崎嘅華僑同埋留學生大多都係窮到窿，咁所以佢就決定利用各類食材，創造出平靚正、營養又豐富而且又夠大份嘅菜式。當時嘅人稱之為支那烏冬。佢會用餐廳入邊每日所剩低落嚟嘅食材，例如豬肉、雞肉、魚、蝦仁、花枝、蠔、蜆、聖子、蔥、豆芽、洋蔥、蒜頭、紅蘿蔔、椰菜、筍、菇、木耳、魚板同竹輪之類嘅唔同材料炒埋一碟，而再加上豬骨同埋雞骨熬製而成嘅白色湯頭，然後落麵落去將麵煮到入味，再加上淡色嘅長崎醬油嚟調味。而麵嘅做法就係高筋同埋低筋麵粉各一半，然後撈埋一齊，再加入糖灰汁即係鹼水嚟搓麵。麵條粗幼度大概介乎於烏冬同拉麵之間，麵、湯頭、配料3種要素混然一體，令食客產生咗強烈嘅滿足感同埋飽足感。而由於色香味俱全，支那烏冬大受好評。去到大正時代嘅時候，支那烏冬就改咗名，變成咗強棒麵。強棒麵嘅出現，解救咗好多中國留學生嘅華人的胃，同時亦都影響咗好多日本人，成為咗長崎市一大風味特色美食。不過諗陳平順創造出呢一種麵嗰陣，應該都冇諗過呢一種麵將會催生出世界最廣為人知嘅麵食。要講到呢一樣嘢，我哋就要講到九州嘅另一個城市久留米。久留米係九州嘅一個重要城鎮，佢距離福岡市中心博多同埋其他港口重鎮都好近，咁所以佢可以話係交通方便、四通八達嘅地方，係農工市場往來嘅大型集散地。而由於九州本身就係日本面向海外嘅前線，長崎、博多、鹿兒島呢啲地方本來就係港口城市，人口流動頻繁。而港口城市嘅特徵之一就係佢哋會有住好多大量短暫停留嘅人，例如水手、商人、咕喱同埋旅客。其次就係九州明治維新之後出現咗礦業、鐵路建設同埋工業，例如竹豐嘅煤礦同埋久留米嘅紡織業咁。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打工，佢哋嘅生活節奏同工作時間都唔穩定，放工時間好多時都已經係夜深，傳統餐廳早已經閂晒門啦。而以上所有人都係離鄉別井。
咁啊，梗係唔會有得翻屋企食飯啦。再加上佢哋大多數都唔係有錢人，咁所以佢哋需要嘅就係平靚正嘅食物同埋可以彈性營業嘅餐廳，咁就自然催生出主打平靚正嘅深夜營業嘅流動飲食方式屋台。喺屋台入面，好多嘢食都要出餐快，價錢低，食完就要即刻走。咁所以無論係拉麵、關東煮、燒鳥定係煮內臟呢啲食物，都有住呢一種特性，係一種以效率提供熱量同埋即時滿足為核心嘅城市生存飲食方式。而時間嚟到1937年嘅福岡九流米市，有位叫做宮本時男嘅人喺呢一度開咗一間叫做南京千兩嘅屋台，售賣佢自己創作出嚟嘅芝拿蕎麥。宮本因為係長崎人，佢由細到大都深受強棒麵嘅影響，而佢喺了解到強棒麵係用上豬骨嚟增加風味嘅時候，再加上佢諗到原本佢屋台嘅客人都係附近嘅勞動階層，佢需要整一啲平快飽嘅嘢，咁所以佢就決定用上比雞骨更加平嘅豬骨，再加上中華麵，創造出一種以豬骨湯為湯頭嘅新式拉麵，奠定咗豚骨拉麵嘅基礎。呢碗豚骨拉麵其實都仲有一種豚清湯嘅做法，不過就因為太過平靚正啦，所以深受勞動階層歡迎，亦都引嚟咗無數嘅仿效者。而其中一位就叫做杉野聖健。杉野係宮本嘅老朋友，佢亦都喺九流米度開咗間屋台，叫做三九。據說店名就係宮本幫佢起嘅，而名字源於宮本係明治39年出世，同三九呢個字同英文 thank you 好似。杉野嘅大舅父係烏冬蕎麥麵師傅，而亦都因為日本政府喺戰後放寬對麵粉嘅管制，杉野就開咗三九啦。而喺1947年嘅某一日，杉野一如以往諗住煲湯準備開店，但突然之間佢要出門，所以佢就忘記咗佢煲緊嘅嗰煲豬骨湯。結果翻到嚟一睇，發現湯底喺長時間煲滾嘅情況之下，由清湯變成咗乳白色嘅濃厚濁湯。本來杉野諗住成煲唔要噶啦，但一試之下就發現湯頭係出奇地香濃順滑，甚至比清湯版本更加好添。而九州豚骨最耀眼嘅特色豚骨白湯就係咁出其不意嘅情況之下被發明出嚟。後嚟杉野喺北九州亦都開咗一間叫做來來軒嘅拉麵店，將呢一種豚骨白湯推廣咗出去，成為咗九州好多唔同地方嘅代表性拉麵。九州同豚白湯亦都催生出好似一蘭同埋一風堂呢啲跨國巨型拉麵企業，佢哋都係由屋台做起，崛起之後就將豚白湯推到海外，令到豚白湯唔再只係九州小店嘅風土料理，而係成為咗日本最具代表性嘅拉麵流派，奠定咗世人對拉麵嘅普遍印象。時至今日，拉麵已經隨住日本文化對世界各地嘅洗禮，而變成咗同壽司分庭抗禮嘅日本美食。雖然喺日本主流嘅社會入面，拉麵都仲未被日本人認定為係和食嘅一種，但無可否認嘅就係，拉麵對於日本甚至係日本人嘅影響係十分之深遠，早已經遠遠超過一碗中華湯麵本來可以承載嘅意義。現時全日本有住大概超過2萬間嘅拉麵店，而每個地區都有住屬於佢哋嘅地緣拉麵。而如果要講今日日本最常見嘅拉麵流派，大致上可以分為20個流派。以醬油作為鮮味核心嘅醬油，以鹽作為味覺支點，直接呈現高湯素材原味層次嘅鹽，以發酵味噌為主體調味，透過濃厚滋味同埋油脂，平衡寒冷氣候需求嘅味噌。以豚骨長時間猛火熬煮，令到湯體乳化成白濁狀態嘅豚骨，將麵同湯汁分離，強調麵體口感同濃縮沾汁對比關係嘅煎麵。捨棄湯頭，改以醬汁同香油直接拌麵，由食客自行完成調味嘅油麵，取代豚骨作為主要濃厚原料，以雞骨高溫熬煮乳化而成嘅白濁湯頭為基調嘅雞白湯。透過大量加入豬背脂，以油脂甜味同埋醬油風味形成強烈成癮感嘅背脂係，將豚骨白湯嘅濃厚口感同熟成醬油嘅鹹鮮味結合，而創造出高衝擊力嘅豚骨醬油。喺豚骨湯頭入面明確加入魚介風味，令到濃湯同和風並存嘅豚骨魚介。單以雞同水熬製嘅高程清湯，追求透明度、香氣同埋結構精準度嘅雞清湯。以大量魚乾嚟熬湯，直接突顯主乾甘苦同海洋個性嘅主乾。以辣味刺激為核心體驗，透過香辣同埋痛覺，放大整個風味輪廓嘅激身。刻意唔用化學調味料，完全依賴天然食材滋味建構風味嘅無花條。透過手工油壓麵團，以控制麵條密度同彈性嘅手揉麵，
將完整拉麵形式反轉為低溫呈現，以冰涼湯頭對抗季節性嘅冷麵，以鮮魚骨肉直接熬湯，重現海味鮮度同即時性嘅鮮魚係。源自中國擔擔麵，並經日本化改造為湯麵形式嘅日式擔擔麵，以極端份量、重鹹重油同埋視覺衝擊為特徵嘅支系，脫離既有拉麵範式，融合高級料理技法同埋新素材，持續進行實驗嘅創作系。而除咗主要嘅呢20個流派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流派同埋方向，族繁不及備載，大家有興趣就自己去探索下啦。總括嚟講，如果話和食代表嘅日本對傳統嘅想象，咁拉麵就更加似係日本社會對變化嘅回應。佢唔係由宮廷、祭祀又或者係禮制孕育出嚟嘅，而係喺城市化、工業化、戰後重建同埋大眾消費文化之中，一步一步被塑造成今日嘅模樣。而正因為咁，拉麵從來都唔係一種固定嘅料理形式，而係一套可以不斷吸納、轉化、分叉再重組嘅系統。由最初嘅中華湯麵，到各地以地名命名嘅地緣拉麵，再到今日細分出20種主要流派，拉麵嘅發展史就如同和食一樣，亦都再一次展現咗日本人係點樣將外來文化元素化為自身文化語言嘅縮影。無論湯所用到嘅動物或者魚類，定係麵所用到嘅麵粉，亦或係醬汁所用到嘅調味料，每一樣素材其實都並不罕有。但當佢哋被放置到日本嘅獨有語境、文化脈絡同埋審美入面，就會產生出無數嘅變體，而呢啲變體又會反過嚟成為下一代創作新變體嘅基礎。令我頭先所講嘅20個主要流派，亦都唔係互相排斥嘅分類，更加似係一張坐標圖。一碗拉麵係可以同時屬於醬油、豚骨、貝汁，甚至可以兼具創作系同埋無法條嘅特質。分類嘅目的唔係為咗劃界，而係為咗幫我哋去理解一碗拉麵背後店主選擇咗啲乜嘢嘢，捨棄咗啲乜嘢，又想將重點放喺邊一個方向。其實喺我哋華人文化入邊，有一句說話叫做食無定味，適口為真，講嘅正正就係從來冇話正唔正宗，只有啱唔啱食。而亦都因為拉麵冇一個不可動搖嘅圓滿正宗，大家只會追求更加好嘅味道，咁所以拉麵先至可以不斷演化落去。就好似我食過嘅拉麵入面，有人向拉麵嘅原點回望，追求清湯同自家製麵；有人將拉麵推往極致，以分量、濃度同埋刺激感取勝；有人將拉麵當成一種媒介，將西餐嘅概念同埋和食嘅技法融匯成一碗麵；亦都有人想將傳統傳承落嚟，重現上一代嘅榮光。呢啲路線未必每一條都留得低，但正正就有住呢一種不斷試錯嘅經歷，就構成咗拉麵文化入邊最具有生命力嘅地方，就係佢會不停咁突破固有嘅想象。因此，食拉麵從來都唔係淨係食緊啲咩味，而係呢一碗麵點解會咁樣樣。當你下一次坐低食拉麵嘅時候，不妨試下諗下，你面前嘅呢一碗拉麵究竟企喺邊一條脈絡上邊，回應緊邊一種時代嘅需求？或者正正就係呢一種思考，先至令到拉麵唔淨只係果腹之物，而係一種可以被閱讀、被討論，亦都值得被理解嘅文化。或者正正就係因為呢一種思考，先至令到我哋可以將呢一種飲食體會放翻我哋香港日常面對嘅情況，去思考一下屬於我哋香港嘅麵食究竟係啲咩嘢，可以係乜嘢嘢，而又為我哋帶嚟啲咩嘢。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食拉麵呢？大家食過邊一碗好食嘅拉麵啊？不妨留個言話俾我知啊！我係米迦，我哋下次再見啦。